兄姐妹，让我们一同站立，让我们全然来仰望这一位尊崇的君王，大有能力的神，因为他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，在他里面没有难成就的事。让我们一起来高声唱，来赞美我们敬拜的神。来高声唱。哈利路亚！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用掌声将这荣耀归给我们的主。哈利路亚！弟兄姊妹，请坐。让我们更多的来呼求主的名，因为我们都是蒙召的基督徒。我呼求的日子，你就应允我，鼓励我，
使我心里有能力，我在各处各样的环境，我都要呼求主的名。我们无论往哪里去，我们都来跟随我们主。主再来的日子已临近，神的儿女当祷告警醒。主曾呼召属他的儿女，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。我已听见主声音，谁敢为我们而去？献上自己为活祭，是圣洁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主，这是我的手，主，这是我的心，我完全降服你，我全然献给你。主，炼净我的手，主，炼净我的心，我无论何往，必定跟随你。主再来的日子已临近，神的儿女当祷告警醒。主曾呼召属他的儿女，当往普天下去传福音。我已听见主声音，谁敢为我们而去？献上自己为活祭，是圣洁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主，这是我的手，主，这是我的心，我完全降服你，我全然献给你。主，炼净我的手，主，炼净我的心，我无论何往，必定跟随你。主，这是我的手，主，这是我的心，我完全降服你，我全然献给你。主，炼净我的手，主，炼净我的心，我无论何往，必定跟随你。我无论何往，必定跟随你。主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我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成为我们的力量与帮助。求你使我们在清晨的时候就能够听见主慈爱的声音，因为我们要依靠你。求你让我们知道当行的道路，因为我们的心仰望主。哦，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做路上的光，成为我脚前的灯。哦，主，求你坚固我信心。
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好让我们每天随时警醒自己，要来学你的样式，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成为你所荣耀的器皿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接着下来，我们要继续来用祷告来献给神哦，哈。我们第一个，我们要来感恩认罪。我们在这个礼拜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一起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谦卑自己，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我必睁眼看，侧耳听，在此处所献的祷告。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感恩认罪哦。我们这个礼拜，我们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在我们的生命里头，有发生什么样可以赞美的神、赞美神的事情，我们这个时候就开口来赞美神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万主之主、独行其事的神，是创造一切的神哦，他是源头。如果在我的生命里头，在这个礼拜我有什么地方得罪神的，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要来跟神认罪悔改，好吗？让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，来一起，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。主是的，真的是在你里面，我们真的需要有你的帮助，我们需要你的看顾。主啊，求你施恩怜悯，用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，不再纪念我们的罪，给我们有回转的机会。我们需要你来点燃我们复兴的火焰，恢复我们在你生命中的那个奔放燃烧的那个热情，使我们对你有更大的信心，有更多爱主的信任，真知道我们凡事都出于你，都是美好的。愿我们的信心在你的里面得着坚固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接着下来是医治与释放的祷告，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。我们要为着我们的身心灵、我们的情感意志、我们的身体都是属主的。我们要邀请主在我们的里面做掌权、做王。我们要把一切的忧虑要卸给神。我也邀请你，如果你有身体或者哪里有不舒服的地方，要凭着信心来跟神宣告，就把你的手放在你那个不舒服的部位，或者你的心里面有什么难受、忧虑、什么痛苦、难过的事情，也可以把你的手放在心上，大声开口的跟神来求，好吗？这时候我邀请你一起来大声开口哦。主啊，真的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软弱摆在你的面前。谢谢主，你为我们预备那一切上好的福分，我们愿意在你的里面得着那个医治与释放。哈利路亚。主，我们把我们所有的软弱摆在你的面前，求神来医治，无论是身体或心理或心灵的软弱，恳求主你赐给我们足够的信心与坚定的意志力，不动摇的改变仰望你，因为所有的恩典都是从你而来，所有的医治也都是从你的怜悯而来。主啊，你是爱，你从不撇弃我们，也未曾离开过我们。我们所有的难处，肉眼所看见看不见的，你都知道。我们深深的相信你的恩典要降临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，要让我们跨越软弱，跨越一切的难处，使我们再次得胜，再次突破困难。谢谢主，你垂听我们众弟兄姐妹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要为主日来守望祷告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。为要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使你们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；又要为他基督因着你们信主，在你们心里，使你们既在爱中生根立基，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爱是超过人的知识所能测度的，为要使你们充满上帝一切的丰盛。阿们。我们要一同来为主日的服事的人员要一起来祷告哈，求神来高抹恩膏我们所有的服事同工，包括台上台下后面前面的，都求神来帮助。也要为着我们的主日来守望，就是为总会的事工经费与同工，求主保守供应与带领，也为着我们周三的祷告见证会，这个礼拜我们是一
季一次的祷告见证会哦哈，这次是轮到第2区，所以我们要透过弟兄姐妹的见证，一起来领受及经历神奇妙的作为。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哦哈。今天我们要为着第10组成人牧区第10组的组员来祷告。第一个是求神带领他们每位组员每日都要读经祷告，灵命日日增长，荣神益人。这件事情是不是要为自己祷告？我们是不是每日都要读经？是哈。那第2个求神保守看顾每位组员出入平安得蒙福哦。也第3个为求神来给组员及家人有身心灵健壮，病痛得痊愈。让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哦哈。来，主啊，我们真的是需要你，我们是属乎你的，这个教会是属乎你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敬祈你的。主啊，真的谢谢你，愿那一切上分，感谢赞美你，愿你自己的荣耀就在这边降临，就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头。主啊，教会是属乎你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各尽其职，一同来立根基在基督的身上。总会中会的事工经费及同工，求主来保守及供应。那不足的地方，主啊，兴起那改变的环境，补足一切的所需。也为着周3的祷告会，这个礼拜是第2区的祷告见证会。感谢主，你带领组员用分享见证来看见神奇妙的作为。主啊，愿我们都成为一个热情、热心、热爱分享神作为的器皿。我们不高举自己，乃是要看见人人得救的那个满足与喜乐。主啊，读经祷告是神儿女亲近神的美好的时刻。愿神帮助迦南教会众弟兄姐妹有活泼的灵，渴慕神话语的心，天天经历走在遇见神的信心道路上面。谢谢主垂听孩子们的祷告。这时候我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用主祷文来一起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谢谢敬拜团，谢谢。好，接着下来我们要来报告哦，哈。好，今天是几月几号？6月16，我们要为总会的事工奉献主日来代祷关心哦，哈。我们所夹的奉献袋，大家也一起可以利用哈。好，我们的詹君玉长老哦，他为教会奉献哦，哈。他自己写作的书叫做什么名字？你们看得到吗？因为我会怕我念错，所以叫你们念。再念一次是什么？讲稿哈。所以有奉献我们几本呐？奉献给教会100本，但是我们要卖哦哈，所以我们要1本多少？那弄改杯全部把它买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样让教会有进账好不好？我们需要奉献哦哈，谢谢大家的关心。7月7号是我们的圣礼典第4次，今年的第4次下个礼拜就6月23号是我们的受洗截止日，大家留意这件事情哦哈。还有33号新堂亲子室，好棒哦！我们今天有2个小朋友进来了，我们真的要为我们的新堂亲子室来祷告，希望我们的亲子室能够怎样？充满什么？爆满，阿妹吗？爱生不？用力生，行生进行行啊呐，用力结婚。我们是华语场，我一直讲台语是什么意思啊？好，来我们的台语的礼拜我们有改变，下个礼拜就会改变了。我们8点50就会做会前祷告。那我们华语场从下个礼拜开始，我们的公祷就会把它移到我们的周3祷告会。那我们再接着下来就是一样是10点半哦哈。那我们的顺序有些微对调，我们从下个礼拜就开始议会做一个调整。好，那大家，但是7月7号我们就会正式实施哦哈。好，6月22号。哎呀，我们就在这边报告很多次哈结果昨天就有7年妈妈带小孩子就去南崁教会了，所以我们说我们与南崁教会的联合礼拜，周6的这个联合礼拜是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下个礼拜6，这个礼拜6啦，不是昨天啦哈。那我们记得是6点在南崁教会门口集合。那要详细的情形，请问我们青年同工好不好？或者是在群组里面了解哈。好，第3季的服事表已经出来了啊。那请所有的同工要注意留意你的服事时间哈。那有什么问题就请接洽我们的崇拜部长简忠义长老哦哈。好，那还有我们要邀请也是崇拜部的报告。
我们要邀请我们的会友哦，我们真的很需要招待服侍人员哦，不管是在门口楼下49号、33号，我们需要很多人一起参与。所以你有这样的感动，请跟詹翠芬长老报名哦哈。还有我们崇拜部有在呼吁哦，我们 PPT 我们要邀请会友参与 PPT 投影。你们知道这些服侍人员在哪里？你们知道？请你们向后看，就在我们的音控台，好，所有他们都是默默的在后面。我们能够这样子一直很顺畅的，他们的功劳非常大，我们需要这样的同工，好不好？请大家起来，一起来服侍。我们不单单只是做礼拜的会友哦，我们是同工哦，一起来服侍这整场礼拜。我再说，整场礼拜的主角是谁？我们耶稣基督是神哈。好，我们要为你若有这样的感动，不管音控或 PPT， 都请你跟许书伟执事报名哦哈。好哦，来哦，好说恭喜什么？我们有2位长老哎，你看我们长老多认真呐、还参加社会组演说第2名是谁啦？磊珠啦，哦，磊珠你在哪里呀、我跟你说这个厉害哦，我本来想说，第二名干嘛在这边表扬，又不是第1名。他说你知道吗？这个是他拿到那个什么题目，当场去思考，当场去比赛。不是让你先演练的哦，厉不厉害？看到丽珠跟他说什么？你第1名啦！好，然后朗读也很厉害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忠义长老的台语不会台语要找谁？你要去找他补习啦。所以他朗读第几名？第2名，222都是什么 ？Yes Yes， 丰盛了哈。明年他们就要第1名了，好吗？明年有更多人去参加比赛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5、6楼牧师馆外墙顶楼的整修预算，还有清洁，我们真的需要我们的会友一起来维护哈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不要看说教会。我今天早上要去练圣歌队，我一去，我们教会是很漂亮，漂不漂亮？哎呦，你们好没信心哎！我们教会漂不漂亮？漂亮啦，很多人都要在我们教会结婚，对不对？结果我一去的时候呢，我就在台面那个打鼓那个地方，我就看到一只死掉的什么，就短，不知道它是蟑螂是几脚啊？8脚朝天，6脚朝天。好，那你请问看到的要怎样？我是不敢呐、我看那只那么大，它要跟我们敬拜，可是我不欢迎它来敬拜，所以呢，我就穿这一身。其实我穿这一身也蛮漂亮的，对不对？穿个高跟鞋就下到楼下，拿着扫把跟什么畚斗，就来把什么蟑螂扫掉。这不是清洁人员的事情，是谁的事情？是我们的事情，看到就做，好不好？牧师这样好不好？哦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有行动哦，看到脏就起来，看到脏就捡起来哈，不是清洁人员的事哦哈。银行转账，请你用银行转账完了，你还要做什么动作？哎，怎么我好像会有只有一个哎？我一定要认识这位姐妹，请你汇款完了要干嘛？打电话哦哈，不能只有这样子哦哈。好，圣经共读，我跟你说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我跟你讲，我牧师真的是考验我们的那个早起哦。现在哦，6月18，从6月18开始，我们的圣经共读只有变成什么场？台语场，没有晚上那一场哦，只有台语场。几点要起来？我讲6点半你就要开始来祈祷啊，所以你可能6点就要起来了，刷牙漱口全部好了，请你不要带着那个睡觉的声音来跟我们一起祷告，好不好？6点半就进来了，请大家赶快进入这个列车。我们要读什么？希伯来书哦，哈，真的非常感谢神哦，带领牧师这样陪我们。牧师不是预录的哦，牧师都起来了，我们要不要起来？一定要。好，礼拜3那个中大的这个讲座叫做什么？什么？提升人生高度3境界哈，那个徐永贞那个老师是非常受欢迎的哦，我们可以看一下 QR code 哦哈。今天下午1点半401召开志工会议哦，请大家要参与。还有23下个礼拜我们要401教室召开第1次的监事理事会哦哈。好，来，我们有没有新朋友？我这里没有单子哦，但是我知道有新朋友，就是我们的牧师，牧师。宇威牧师，来，我们站起来。宇威牧师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欢迎你哈！下次牧师跟市长一起来，好不好？很欢迎哦哈！还有没有新的朋友在我们的当中？
好，很好，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，提摩太后书4章8节，一起来念2次，来。从此以后，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，要赐给我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再来讲一次，来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。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提摩太后书4章8节，我们一起来奉献。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，是出于甘心乐意。如果您不明白奉献的意义，请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。神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，主耶稣基督，献上感恩的心，归给至神全能神，因他赐下独生子，主耶稣。起立。如今软弱着你的刚强，贫穷着一生富足，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。如今软弱着你的刚强。亲爱的天父，爱我们的耶稣，感谢赞美你，在这个美好的主日早晨，弟兄姐妹聚集在你的圣殿宝座前，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赞美主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你没有应许天色常蓝，花香常漫，但是主耶稣，你应许你的恩典够我们用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信心不足的时候，我们就靠着你刚强壮胆，胜过这个世界的劳苦重担。感谢赞美你，求圣灵也帮助弟兄姐妹赐下能力，让我们迦南教会在各样的服事圣工上都能够有主你的赐福，然后一切都顺利，也帮助弟兄姐妹挑起当初的初心，能够愿意委身在教会的服事当中，让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加入迦南教会这个大家庭的行列。那感谢赞美主，现在弟兄姐妹甘心乐意的奉献，要用在主的圣工，求主悦纳。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阿们，请坐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1到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在上帝和那位要审判所有活人、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主权，我迫切地劝告你，要传福音，不管时机理想不理想，都要传，用最大的耐心劝勉、督责、鼓励、教导。到时候到，那时人要拒绝健全的教义，随从自己的欲望，到处拜人为师，好来满足他们发痒的耳朵。他们掩耳不听真理的话，却倾向荒唐的传说。至于你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都要谨慎，要忍受苦难，做传道人应做的工作。
忠心履行你侍奉的职务。至于我牺牲自己的时候到了，现在就是我离开人世的时刻。那值得竞争的赛跑，我已经跑过；该跑的全程，我已经跑完；该守的信仰，我已经守住。从今以后，有公义的华冠等着我，就是那以公义施下审判的主，在基督再来的日子要赐给我的。不但赐给我，也要赐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。这时候，我们要邀请主任牧师陈柏芝牧师，他今天的讲题是管理天上的家。喂 ，test， 好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在暑假已经开始，夏天已经来到，好，过了这个端午节之后，好，那就进了天气炎热。好，但是感谢上帝，让我们依然有冷气可以吹啊。好，那每个人家中好都能够有舒适的空间。好，但是呢，当上帝赐给我们这些舒适的空间，好是要让我们可以更专注于他，好，而不是只有享受在眼前哦。那在过去几个礼拜的信息当中，分别分享了提摩太前书、后书，好，知道说我们要爬到几楼？8楼，好，所以欢迎大家都能够成为基督徒，就是要爬上8楼。而8楼呢，还有更加努力的阶梯。好，那这是在彼得后书所告诉我们的。而这阶梯呢，就是透过在教会建造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家庭，好，能够为将来来打拼哦。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有3个家，一个是自己的家，一个是上帝的家，一个是天上的家。好，这3个家，请我们大家说一次：自己的家、上帝的家、天上的家。好，上帝要我们做好管家。好，就是要把自己的家管理好，然后也要来管理，才能够管理好上帝的家，才能够进一步的好来管理我们将来在天上永恒的家。自己的家是透过从夫妻婚姻开始，而有亲子的关系，还有人前人后的家庭关系。上帝的家，上帝要我们先成为一个属神的人，好，并且要打美好的仗，还要打那美好的根基。那美好的根基就是将来进到天上的家，而天上的家就是把上帝的国度、权柄和荣耀，好，要永远与神同在。所以在提摩太后书，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一个属神的人，已经管理好上帝家的人，他要成为完全，并且能够行各样的善事。为什么一个属神的人，他能够行各样的善事？平常当我们平安无事的时候，我们要行善，要斗内，好，我们甚至要在网络上面，我们要在火车站前面，好，要捐东西，要分东西，要拿钱给人，很容易。可是当我们自己也缺乏的时候，当我们自己也困难减少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依然愿意坚持来行各样的善事呢？好，这是不容易的。提摩太后书2章3章16节第一行华语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。为什么一个人能够属神的人，在逆境缺乏时刻依然能够愿意去行善呢？是因为他有读圣经，并且他把圣经的话转化成他的生命。所以圣经都是神怎样所默示的。好，英文说 All Scripture is God breathed， 就是上帝的呼吸，上帝的灵所感动，上帝的气息。所以我们能够读到这本圣经，其实是上帝好像吹了一口气，上帝的呼吸气息借着圣经跟我们来说话。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是用他的话来创造天地万物，但我们呢却是要遵行他的话来建造天上的家。所以我们要能够从上帝的话来建造我们在天上的家。好，在要分享今天的信息以前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必须要上8楼，并且我们的除了这样的生命，还要更加更加竭力，要尽心来奔跑天路，直到将来从天上所要给我们的奖赏，也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有自己的家，有上帝的家，还有一个永恒天上的家。让我们透过今天上帝的话语，再次帮助我们明白。
同圣经的话，也让我们能够得到帮助。这样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读圣经很重要，第一个问题，你的圣经是跟谁学的？好，问一下你隔壁的人，你的圣经是谁教你的？你的圣经是爸爸妈妈教的，请举手。很少，好，但是有，好，昨天青年还蛮多的，好，请放下。好，你的圣经是谁教你的呢？好，是劳山公购吗？还是好消息呢？还是网络上面呢？哦，女儿教你的哦，也有女儿教圣经的哦，感谢主啊。好，我们的圣经学习圣经，保罗问提摩太，知道你的圣经是跟谁学的？好，他是跟他的妈妈，他的妈妈是从他的外婆，好，也是他的妈妈所学来的。除了学圣经，还有一个第二个重要的问题，你学了圣经，你是否明白圣经呢？这本圣经，你是否知道他在讲什么？是否知道为什么要读圣经？他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呢？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本圣经啊。昨天牧师在这边讲到，好，是穿红色的衣服，外面穿黑色的外套。所以结束之后呢，就有青年在吃宵夜的时候就说：“牧师，今天你站在台上讲到，我觉得你好像一本圣经哦，因为看起来就是一个黑皮红衣在这里面。”但是呢，没有错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本圣经，而且是一本会走路的圣经。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我们都是一本会走路的圣经，我们都是一本会走路的圣经。好，这本圣经为什么是我们会走路呢？因为我们的言行举止就在反映我们如何读这本圣经。如果你这个人好常常说谎话，好说话不诚实，好而且常常没有办法信守承诺，表示我们读的圣经只有读到书皮，好还是黑心的，好还是黑皮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按照真理而行，好能够把上帝的话活出来，活出上帝的公义、信实、良善，活出圣灵的9个果子，好我们能够用爱心来说诚实话，我们才真正的住在圣经当中，住在圣经的里面。好，所以要知道我们是否明白圣经，很简单，回家照照镜子，回家看看自己平常说了什么样的话，做了什么样的事情，什么样子的表情，什么样的态度。因为其他的人还没有来到教会的基督徒，都是因为看着你，他就知道哦，你们教会、你们基督徒、你们基督教、你们圣经在讲什么，他不用去翻，他看你就知道。所以我们重不重要？很重要。我们要怎么样活出圣经？这是保罗告诉提摩太要如何明白圣经。圣经是上帝所默示，上帝吹气气息，把他的话赐给我们，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但是保罗却继续告诉提摩太，要在将来上帝的国度审判和显现的耶稣面前，要来建立天上的家，而且要管理好天上的家。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的第4章第1节，请。在上帝和那位要审判所有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主权，我迫切地劝告你。好，有时候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又要取信于人啊，我说的是真的，不然你可以去问谁？你相信我讲的，不然你去问他。今天保罗写这封信，就说我现在所要说的，你可以去问上帝，不然你就去问耶稣。这位上帝就是要审判活人死人，这位耶稣就是将来要显现，带着他的主权。这里用3个颜色圈起来，就是将来的国度、将来的审判、将来的显现或是荣耀呢？这是接下来保罗要讲一段非常重要的话。你在什么时候会讲这个这么重要的话？有时候是在法院法庭上面，见法官的时候，我所说的都是真的。以前美国总统要就职的时候，现在还是一样。就职的时候要怎样？手要按圣经，为什么？不是说帮这个圣经加持，不是，而是他宣誓，他就职，他要在上帝还有国家百姓的面前宣誓，他所说的都是真的。而且你们可以用圣经来检视我，好，怎么样成为一个国家的元首和领袖？好，就是用圣经来当作标准。所以接下来保罗第4章后面要说的话是很重要的，我们一起来读第2节啊。要传福音，不管时机理想不理想，都要传，用最大的耐心劝勉、督责、鼓励、教导。黄色的字再说一次，要传福音，再大声一点，
要传福音。好 ，OK， 就黄色的字就好了。好，保罗告诉提摩太，这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好，要请上帝出来作证，要请耶稣出来作证，而这件事情就是要怎么样？传福音。有传福音过的人，请举手。好，谢谢，请放下。很多人没有举手，你可能还没有很清楚什么是传福音。这里有一张照片，好，是在澎湖拍的照片，好，这已经是好几十年前的老照片。上面这一群人呢，他们住在一个地方，好，叫做基督教芥菜总会澎湖孤儿院，表示这些人是怎样？孤儿。为什么他们是孤儿？因为他可能没有爸爸，至少要有个妈妈，也没有妈妈，没有爸爸，没有妈妈，没有阿公，没有阿嬷，他就成为一个没有人照顾的孤儿。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好去传福音，就是在生出属灵的 baby， 属灵的婴儿。可是我们把这个传福音给人家之后，没有让他有父亲有母亲，没有让他继续被教导、被照顾，他就成为一个属灵的什么？什么是属灵的孤儿呢？就是没有人教唆他读圣经，没有人教他怎么样来敬拜，没有人教他好怎么样来学习明白要管理好自己的家，天上的家，还有那将来永恒的家。所以在很多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，很多的人的受洗是不明不白，好，突然就被抓去洗礼，突然就在谁的家中，好，然后在浴缸里面就成为，出来之后他就成为基督徒。好，我的高中同学就有好几位是这样，他就去人家家里面，好，参加某个教会，好，某个教派的聚会，然后就在那边，哇，他还很紧张哇，然后在那边突然他一出来之后，他就成为基督徒。到今天为止，他也没有去教会，可是呢，他就是一个属灵的什么儿？孤儿，没有人教他，没有人告诉他。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，最害怕的就是制造很多属灵的孤儿。怎么样才会成为不是属灵的孤儿？福音传给他，还要用专心忍耐，还要教导责备，还要警戒劝勉。就是不论环境如何，不论身份如何，不论地位如何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要传福音。所以传福音不是说信耶稣好，然后坐了一趟火车，坐了一趟飞机，好，今天带你决志信主，好，以后我们就再也不用见面了，好，恭喜你成为基督徒，没有我的事，好，你走你的路，我过我的生活，你就放生他，让他成为一个属灵的孤儿。要传福音，你要陪伴他走属灵的天路，好，所以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传福音就是陪伴他走属灵的天路。传福音就是陪伴他走属灵的天路，我们要陪伴他，专心耐心，即便他一讲再讲三讲还是不听，你还是要对他来殷勤教导，这也是在传福音。即便他错了，你要勇敢的指出他的错误，告诉他哪边需要纠正，这就是在传福音。就是即便他好已经走错路了，好陷入在危险当中，你要严严的警戒，或是耐心的劝勉，这都是在传福音。所以传福音不是只有决志信耶稣，哈利路亚阿们就结束。传福音是要走一条属灵的天路。我们来看保罗，他怎么传福音？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但是他不是制造一堆属灵的孤儿，他是给每一个要听到福音的人都有一个完整属灵的家。保罗几次传道旅行？3次，而且他每一次去到一个地方，他都会在那边，譬如说第2次布道旅行，他在哥林多就住了18个月，要让这个地方有教会建立起来，有同工能够喂养他们成为属灵的父母。后来第3次布道旅行去到以弗所，在那边2年3个月，27个月当中，他把福音传遍整个亚细亚，甚至在以弗所旁边还有7间的教会，这些地方好都是福音建造，有属灵的父母在那边。还有保罗，他也去探望从前他所建立的教会，他会去1次、去2次、去3次，再去那边兼顾他们的信心，甚至没有办法去，他就写信。好，所以保罗有13封的书信在新约当中，也要来兼顾他们的信心。甚至这封信不是只有你们看完收好折起来，不是，还要传出去，到别的教会去传阅，让其他教会也能够来读这封书信。他也在这边有属灵的儿子，把这个棒子
寄托继续在这个教会当中，让这个教会继续有一个属灵的家、属灵的家长，有监督、有执事来牧养上帝的群羊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他在各个地方传道，可是他在各个地方，不论是庇哩亚，从上面顺时钟方向，庇哩亚、帖撒罗尼迦、哥林多、特罗亚、腓立比、以弗所、路斯德、特庇、哥罗西，每一个地方他不是一个人去而已，他也不是只有自己在那边留下一堆属灵的孤儿，他带同工，甚至有的是第2层，还有的是第3层，还有第4层到第5层的同工，就是成为属灵的阿嬷、阿公，成为属灵的阿祖，成为属灵的太祖，就是让这样的福音是一层一层的生养众多。所以传福音是因为要把上帝的国度带出来，我们要有天上的家，我们就要传福音，要传福音就要建立属灵的家。好，所以跟你旁边的姐妹说，我们要有天上的家，就要传福音；我们要有天上的家，就要传福音。传福音，再跟他说，另外一个人说，传福音就是要建立属灵的家，传福音就是要建立属灵的家。不要传的福音都是这种属灵的孤儿，你让一堆的孤儿在外面流浪，没有人养育他们，没有人告诉他们对错，其实这是有没有负责任？没有。好，上帝希望我们这样子传福音吗？好，你走在路上，要不要信耶稣？好，然后跟着陌生人传福音。上帝宁愿我们学习像保罗，你要委身，你要在一个地方，好，你要在这边有属灵的父母，要把这个棒子交付交托，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上帝的国度在地上行在地上，然后呢，如同行在天上，把上帝天上的家带到地上来。这个冷气的风可以再帮我开大一点吗？谢谢。第二个，在天上的家就是要有权柄，做传道人的工作，尽我们的职分。我们一起来读第3节和第4节。时候将到，那时人要拒绝健全的教义，随从自己的欲望，到处拜人为师，好来满足他们发痒的耳朵。他们掩耳不听真理的话，却倾向荒唐的传说。在教会当中，我们要建立上帝的家和天上的家的中间，我们需要有权柄。为什么你可以在这边施工？上帝给我的权柄，这个权柄保罗把它分类，但是我们误用权柄，没有善用权柄，人会拒绝健全的教义，人会随己欲拜师，并且满足自己发痒的耳朵，人甚至会掩耳不听真理，倾向荒唐的传说。什么意思呢？健全的教义指的就是整本的圣经。好，我们说一次，健全的教义就是整本的圣经。请问你读经是读半本还是读整本？上帝给我们的是1/3的圣经，还是整本的圣经？我们有没有把圣经当作是一本完整的书来看，还是我们把它拆成一片一片、一段一段，好，然后一节一节？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，甚至只想要一节，每天就一节，好就可以满足了。这样子呢，好叫做素食，叫做精致，叫做美食，但是都不是原来的食物，都是加工品。有没有人可以一辈子只吃甜点蛋糕？有没有人一辈子都只能够喝珍珠奶茶，都不用喝水，都不用吃上帝所造的米饭五谷？这样子的话，你只吃甜食精致的这些甜点，你的生命会怎样？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、肾衰竭，好，然后蛀牙，好，什么病都会来。在教会当中，如果你没有读原来的整本的圣经，你都是读断章的，一节一节的，好，这边一片，那边一片，你的属灵就会开始生一些我可能，好，不是牧师在诅咒，而是可能会因为这样，会生一些奇奇怪怪的病，因为你并不了解圣经，你没有办法从头好好的来读到尾，没有办法好好的来明白。所以为什么牧师要带领大家一起来共读？好，当然不可能说一次就把圣经读完，你可以去买台圣经播放机，开始按下去，24小时读，88小时之后你就听过了，听过又如何？全部都忘掉了，好，你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
重点不是你把圣经读10次、100次、200次。好，我们去监狱布道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说，他的目标把圣经读200次。问题是，你读300次、400次，如果你不明白，你读了1000次又能够怎么样呢？好，当然还是会有帮助了。好，但是重点是我们要去明白健全的教义，但是因为人追求短暂、快速，活在当下，喜欢追求这些精致的事物，以至于他不愿意去菜市场买菜，他不愿意去买菜拉回来，然后在家里面洗菜、切菜，然后下厨，他干脆去厨房去餐厅比较快，干脆去便利商店比较快，所以都追求的就是属灵的 7-Eleven。好，打开手机 YouTube， 好，今天听一下哦，上帝，我有听到了 ，OK， 上帝的话很棒哦。好，以为这样就可以交差，只会造成属灵的虚胖。只会造成属灵生命的骨骼没有营养，好，没有钙，也没有铁，也没有该有的营养，所以呢，只是满足自己发痒的耳朵，最后听一些奇奇怪怪的道理。英国讲道王子司布真，好，他讲了一句话，说圣经里面所有的答案要去哪里找呢？对，好，就是在圣经里面找。你从圣经里面，你有很多的疑惑。你读圣经，不可能有人天生就懂圣经。你不要以为有这种叫好康的代志，我只要圣灵充满，我整本圣经就通了。刚好去这种的代志，你读圣经一定会遇到不懂。遇到不懂的时候，你不要急着想要去找别的答案。从圣经里面，因为上帝的气息，他都已经预备在那个地方。所以，当你去好好的读圣经，你从创世纪读下来，你就会发现很多的问题都在圣经。上帝早就已经说了，怎么样去经营婚姻，上帝早就说了；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父母亲，早就说了；怎么样孝敬父母，怎么样跟邻舍，怎么样好好的读书，怎么样好好的工作，怎么样能够有美好的人生，早就说了。问题是说了，我们也没有看到，因为我们没有去听完那整本的圣经，上帝所要说的话，反而我们把权柄给谁呢？把权柄给这些外面的教师，甚至更可怕的是给权柄给的这个披着羊皮的，他是羊还是狼？狼，但是看起来像什么？羊。你以为他是羊，结果他是披着羊皮的狼。他在传讲的圣经是在满足人发痒的耳朵，他的电风扇吹的叫做异教之风，他呢所在传的呢是一个引进异端，说以上帝的名说上帝没有说过的话，好像创世纪第3章，当蛇引诱夏娃的时候，他把上帝的话搬出来，可是根本不是上帝这样说，蛇就在这当中动了手脚，然后捏造了言语，最后所要贩卖的果实所结出来的果子都是发烂发臭，好腐烂不堪。基督徒的生命，你的权柄在哪里？你都交给别人，而上帝把这权柄要交给一个管理好自己家里的人。你要成为一个属灵的父母亲，你要管理好自己的家，你就要有上帝给你的权柄，你要好好的读圣经。所以牧师鼓励大家，至少把圣经的一卷书从头到尾的读完。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要把圣经的一卷书从头到尾读完。要把圣经的一卷书从头到尾读完。圣经有几卷？66卷。你只要先把一卷读完就好，你不用急着要把整本读完，至少一卷。当你读完一卷之后，就会有第2卷。当你读完第2卷之后呢，就会有接下来。在你的人生当中，好，你只可以祷告，上帝让我有充分的时间，可以一卷一卷的读完。这是一个读圣经的态度，读圣经的方法。你不要听了20几年、30几年、40、50年的讲道，结果从来没有把一卷书读完，你都在吃零食，都在吃甜的。你的属灵的生命，好，早就已经营养早就已经不足了，好，非常的扭曲啊。我们来读后书的第4章第5节，题：至于你，无论在任何情况下，都要谨慎，要忍受苦难，做传道人应做的工作，忠心履行你侍奉的职务。做一个传道人，他指的不是指牧师，指传道理，就是传福音。
这个福音也不是只有说耶稣爱你，传圣经，做一个传扬圣经的人，你要忠心履行你的侍奉职务，因为上帝有把这样的权柄给我们。这样的权柄是要让我们先建立起来，我们才能够用上帝的话去帮助人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权柄建立错误的地方，或是把自己的权柄交给人，更可怕是交给假教师。所以这里有一个牧师在网络上面，他做了一个假教师和真教师的对照，非常的写实。我们来看假教师，他会只讲部分的真理，而且他讲的道都是投其所好，人家喜欢听的，哇，大家听得眉开眼笑，大家说哇，这个牧师今天讲的太好了。但是呢，真教师呢，他讲的是全部的真理，健全的教义，而且他听会让人家不舒服，不舒服到我下次不来了。你想要听哪一种讲道？国王的新衣，还是魔镜的讲道？还是你要听真理的道呢？有时候圣经的确会让我们如坐针毡，但是它是为了让我们的生命好知道我们的困境在什么地方。假教师会避开争议，我讲错了，好，没事，好，就糊弄一下就带过了。假教师唯我独尊，好，都听我讲，好，以我讲的为准。但是真教师，我若讲错了，请告诉我哪边讲错。真的是这样子，感谢你告诉我，今天我又学习到了。真教师他会开放学习，他会让大家去发表，大家去学习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读圣经，我们一起来共读，而不是只有一言堂，好，只有一个人在说话。假教师自吹自擂，把自己捧上天，而且不鼓励信徒思考。真教师他愿意谦卑认错，他自己不足，他愿意承认。他若犯错，他一定会道歉。真教师也会鼓励信徒一定要思考，读了圣经，一定还要在昼夜思想。诗篇第1篇，第3节说，昼夜如思想的人，他要像一棵树，怎么样？栽在溪水旁，然后呢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呢也不枯干。最后说，凡他所做的呢，尽都顺利，因为他就是有正确的营养在他的生命当中，而他不会只有甜食。假教师呢，他不受监督，不管是钱、权、时间，他不喜欢人家管他，因为他最大。但是真的教师，他会 under 权柄，他会有 mentor， 他会有属灵的领袖，他知道权柄的重要性，如同大卫对待扫罗王一样。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权柄，就是要做传道人的工作，我们要好好来把握。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鼓励他，上帝给你权柄做传道人的工作，上帝给你权柄做传道人的工作。好，再跟他说，你就是一本会走路的圣经。你就是一本会走路的圣经，我们就是传道人。今天下去，你不用每次聚会都像牧师还要带一本圣经，这个圣经就是已经印在你的脸上。好，你的同事、你的同学、朋友，只要知道你是基督徒，你说的任何一句话，他都会当作是圣经在讲话，有没有可能？很有可能。今天你给他的价值观，今天你给他的忠言、金玉良言，他都会对他来讲。你就是代表基督徒，你是基督徒就代表基督，你是基督就代表上帝。今天你所说的话就代表上帝所说的话，今天你所做的事情就代表上帝所做的事情，不是只有在外面，在自己的家里面也是。我们要建造天上的家，我们一定要传道；我们要建造天上的家，我们一定要拿出权柄。最后，我们要建造天上的家，我们也要得到上帝所赐的荣耀，就是公义的冠冕。我们来读第4章的第6节。至于我牺牲自己的时候到了，现在就是我离开人世的时刻。赫尔本翻成被交奠。保罗形容自己好像一个祭物，准备待宰的羔羊在那边，随时就是酒浇下来，水灌下来，等待那一把火把它烧掉献上。好，而保罗说他离开人世时候到，而他没有遗憾，因为第7节我们一起读。那值得竞争的赛跑，我已经跑过；该跑的全程，我已经跑完；该守的信仰，
我已经守住。所以保罗说，他已经该做的，他都已经尽力做了。现在他人在罗马的地牢监狱当中，手上戴着手链，脚上靠着脚铐，他没有办法再出去。他也知道他自己出不去，但是他没有遗憾，因为上帝让他在使徒行传第9章，他要开始去捉拿基督徒，去大马士革的路上，第一次认识耶稣，一直到最后这一天，他现在在罗马的地牢监狱当中，没有一件事情他没有不尽力去做，他没有不尽力去做。所以他知道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呢？第8节我们来读：从今以后，有公义的华冠等着我，就是那以公义施行审判的主，在基督再来的日子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要赐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所以保罗他不担心，就算他出不了监，他活不下去，见不到明天的太阳。好，以前有个叫做薛岳，是这个人吗？好，他唱的最后一首歌叫做什么？如果没有明天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。但是保罗他也在唱这一首，就算没有明天，他见不到明天的日出，可是他没有遗憾，因为他已经用尽他的一生来做上帝所要做的事情。在历史上有2个跑得非常快的男人，左边叫做 Eric， 右边叫做 Harold。好 ，Eric 他是一个苏格兰人，好，他是一个基督徒。Harold 他是一个立陶宛人，他是一个犹太人。这2个人都在当时好是知名的选手，好，就是飞毛腿。他们呢一起参加了同一年1924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。运动会你知道哪一个项目是最好看的？赛跑，哪一个赛跑？短跑，多短？100公尺的赛跑。好，全世界大家最期待的、最多人期待的就是这个竞赛，100公尺赛跑。这2个当时好被公认好世界上跑最快的人，他们就要在1924年的那一天，好，他们要相遇，好，而且他们要分一较高下，好，一较高下。但是呢，这个故事呢，好，却成了一首电影，而这首电影呢，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配乐啊。好，这个配乐呢，就是我们现在耳朵听到这个配乐，有没有听过？好，火战车啦，好，烈火战车，好，有的翻成温柔战车、温柔火战车啊。这个就在形容这2个运动员，好，他们努力的过程，好，一个是为了不想要再成为被人唾弃的犹太人，当时犹太人，好，已经被希特勒打得落花流水，好，被践踏；一个是宣教士的儿子，好，他呢想要为了荣耀上帝而跑，但是呢这一场的比赛呢，最后的决赛日期是在1924年好的礼拜天，暑假的礼拜天。但是对犹太人来讲，好，礼拜天不是安息日，好，他可以放心的去比赛。可是对这个基督徒 Eric 来讲，礼拜天他必须要做什么？敬拜上帝，好，敬拜上帝。结果他做了什么决定呢？他弃赛，好，他不去，好，他就是拼了好几年，一辈子就是为了参加这一次的奥运。他这次如果不参加，4年之后他就怎样？老了啊，好，老了之后他有办法跑更快吗？好，很难讲啊。可是呢，他为了要荣耀上帝，他说我要去做礼拜，我不去跑，他就弃赛。所以谁拿到冠军？就是这个 Abraham Harold 他就拿到了冠军啊。拿到冠军之后呢，好，但是他的队友把另外一场的比赛，不是在礼拜天400公尺的比赛，好，就交给他。让这个 Eric 可以去参加，就 Eric 他其实呢跑100跟跑400有没有一样？没有，完全不一样。100叫做黑细命照，什么叫做黑细命？冲刺啊，一开始就是冲了，冲到最后。400公尺可以这样子吗？好，你可以练啊，好，你可以练好，但是呢，那个要练等于是4倍，你要用4倍的力气去冲，好，那个是要多久才练得起来呢？可是 Eric 呢，好，他就接受挑战，他就参加400公尺的比赛。结果他用很短的时间，好来参加。结果呢，在400公尺的决赛当中，他拿下的不仅是拿下的金牌，而且还怎样？
你们都知道，破了世界纪录，打破世界纪录，只有用短可能只有几个礼拜的时间哦。所以这里有一首温柔火战车好的英文歌，但是很棒，它有翻成华语的歌词，我把它截录跟大家来分享，是台湾的艺人黄莺莺唱的，请把滑鼠往上移哦。这首歌在写到不仅是这2个运动员，也写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奔跑天路，要跑到终点，尽全力来奔跑。好，请把滑鼠往上移。然后声音再大声一点，谢谢。这首歌的歌名就是最后这一句 "A race to the end"， 一个终点的竞赛，直达终点的竞赛。这首歌在描述这部电影，这个电影在描述这2个人的故事，特别是这个主角 Eric， 虽然他为了上帝牺牲放弃他梦寐以求的100公尺的金牌，但是上帝给他的力量呢，却让他去拿到400公尺的金牌。而当他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，他说了一段话，他说：为什么我能够拿到400公尺金牌的秘密呢？他说：这前面的200公尺，我是像我跑100公尺一样加倍用力的跑。以前知道100公尺一下就到了，8秒就对不起，10秒10秒内就很厉害，10秒就到。现在200公尺呢，可能要22秒，但是他也是尽全力的跑。可是他说，后面剩下那200公尺呢，是 With God's help, I run faster。因为有上帝的帮助，我居然可以在后面的200公尺跑得比前面的200公尺还要快，还要快。所以他知道这是上帝与他同在，而他为了荣耀上帝而奔跑。这个 Eric 他拿到世界奥运金牌，他也出名。可是呢，他却没有回到苏格兰享受他剩下的人生。他去到哪里呢？去到山东，去到了天津，做什么？像他的爸爸一样，继续成为一个 missioner， 完做这个宣教士。他去跟中国的当地的农村青年去传福音一直到第2次世界大战，中日开打，然后呢，战争快要结束之前，他被日本抓起来，在俘虏营当中，后来生病死的时候只有45岁。但是呢，他的人生呢，也像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所说的，说什么呢？那美好的仗，该竞争的赛跑，我已经跑过了。他真的跑过了。而当跑的路，该跑的全程，我已跑完了。跑到他不能再跑，被关在集中营，被日军扣押。而该信的道，该守的信仰，从他年轻他就知道，该是给上帝的，就是给上帝的。连礼拜天参加奥运比赛这个事情，没有什么好说的，没有什么好犹豫的。该给上帝的，就是给上帝；
该信的道，我也已经守住的。所以在英文当中，我们可以看见啊，在提摩太前书1章、提摩太前书6章、提摩太后书4章，总共出现3次那美好的仗。那美好的仗，每一仗都代表你要牺牲，每一仗都代表你要奉献，每一仗都代表你要尽全力去奔跑。我们能够打这个仗，不是靠自己的学校老师教给你的，不是靠你在网络上面学到的功夫技术，不是靠你去考执照、考证照拿到的专业。我们能够打这个美好的仗，全部都是靠这本圣经，靠着上帝这本健全的教义，才能够打那美好的仗。马太福音第7章2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为什么他聪明？不是他会找地方，而是他听见就会去行。他会让自己成为一个会走路的圣经，把上帝的话带到每一个他所去到的地方。他不是只有告诉人信耶稣得救，好，然后恭喜你决志了，然后就再见，好，以后没有再联络。不是，他要把自己的家建立起来，然后把上帝的家，就是教会也建立起来，还要因为这样把天上永恒的家也能够建立起来。每当我们学习一次的圣经，听完上帝的话，把它记在心里面，并且把它用出来、说出来、祷告出来、行出来，就是我们天上的家开始正在动工，正在往上叠、往上盖的时候。如果我们只有听，但是我们都没有去行，天上的家的进度永远都是零。在这个礼拜我们当中，如果有小组的分享，可以分享你读完的提摩太前后书，你有学习什么宝贵的功课？而为了耶稣的国度、权柄和荣耀，你是否愿意像这个 Eric 一样，有一个轻重缓急、优先顺序？怎么样把最好的献给上帝？他用那一面金牌，100公尺的金牌来献给上帝。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在哪边做礼拜，但是我们会发现他去那个礼拜天，刚好是100年前，1924年，现在是2024年，在法国巴黎的奥运，今年也是在法国巴黎的奥运。一个100年前，一个年轻人他的决定，那一场的礼拜，绝对是比那场奥运会的金牌的颁奖典礼还要盛大，还要荣耀。因为这是上帝给他的看见。而我们将来天上的家，你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场面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？就看你在这地上如何为神而活。而我们在小组分享的祷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圣经要跟着圣灵保惠师来学，求圣灵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当中，也求上帝让我们能够管好自己的家，服侍上帝的家，将来能够荣归天家。而最后，我也希望我们大家读完了提摩太前后书，如果你有参与共读，你可以写下3件上帝给你的交托和负担，如同保罗告诉提摩太，这3件事情是你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，要去见耶稣之前，必须要完成的事情。如果你完成不了，你可以交托给谁呢？如果这个问题让我来回答，3件事情，其中1件事情，上帝把我带回来到迦南教会，成为我的负担。而我的负担就是在我要离开迦南教会以前，我必须要把这个棒子好好的交接给下一个人，好让这个教会的群羊能够得到好的照顾，而且能够有好的领导者继续来领导教会。这是上帝给我的托付，我必须要完成。我完成不了，我要交托给别人，直到我见耶稣。我若没有把这件事情做好，我见到了耶稣，我也会觉得我愧对耶稣，因为上帝透过我来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情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都有读主祷文，在主祷文的最后结束是：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盼望我们每一次在读主祷文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你宣告这3件事情，就是你天上的家的根基。上帝的国度务要传道，上帝的权柄你要教导人读圣经，
为了上帝的荣耀，你不要放弃，要奔跑到最后。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要来回应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的生命当中，若没有上帝，离了你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邀请大家从座位上，我们一起站立起来。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做路上的光，成为我脚前的灯。主，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，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。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退缩。我需要有你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我邀请大家来为你自己的家来祷告。你的家是上帝为你所预备，这个家不是你爸妈的家，是你自己的家。为你自己的家来祷告，你要如何在上帝所给你这个家中来好好的经营，好好的来管理。第二个，我要邀请你来为你在上帝的家中来祷告。上帝把你安排在他的家中，并不是偶然，也不是随随便便。为什么你不是在外面流浪的孤儿？你是一个有教会，你是一个有属灵的家可以去的地方。你不要把这个属灵的家当作可有或可无，因为真正当过孤儿的人，他知道有一个家是多么幸福的事情。为你的属灵的家迦南教会来祷告，愿迦南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教会，愿迦南教会是我们一起经营、一起努力、一起扶持的教会。在上帝的教会当中，每一个教会都是上帝的，整个宇宙的教会都是一间的教会。让我们在上帝的家中能够彼此来扶持，不分你我，而是一起共同来努力。哪怕地上有一只小强，有3只，更多，我们都愿意为了爱上帝，我们愿意把它清扫干净。最后要为你自己在天上的家来祷告，这天上的家是你在上帝家中参与服事所建造起来，是你把上帝的话遵行、回应、实践而开始动工、开始建造。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断建造我们在天上那永恒的家，直到见耶稣面的时候，我们都能够像保罗一样，非常的肯定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，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，这些确信我已经完工，可以交屋，我可以进去了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，为自己的家、上帝的家、天上的家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要在这里再次感谢你，赐给我们有自己的家。无论我们是否已经结婚，无论我们是否已经生子成为父母，都求上帝让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家中坚固，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来扶持，让我们能够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家中好好来经营我们的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、家庭的关系。也求上帝带领我们在上帝的家中，在迦南教会的服事，让我们不轻看，因为每一次的服事都是在为将来打那美好的根基。主啊，也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继续向着标杆来直跑。将来天上的家是上帝所要赐给我们美好的产业，是我们要居住永远的地方。愿上帝帮助我们，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遵行上帝的旨意，活出上帝的话语，让我们成为一本真正会走路的圣经，来荣耀神，使身边人得益处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
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以勇敢向前行。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退缩。我需要举起我们的手，开我们的口，用你的心向神来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能够来宣扬你的国度，赐给我权柄，能够来分享你的话语，让我看见那将来天上永恒的荣耀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荣耀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宝贵的话语，每一字每一句都值得深深印在我们的心中。愿你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，让我们一生到老都不忘记。愿你赐给我们前面的道路，使我们一生到老也都不偏离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帮助与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使你们每次打开圣经，是一卷一卷的读，一章一章的读，一节一节的读，来明白那健全的教义，使你们得到权柄来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与好消息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们拍掌，把荣耀归给神。哈利路亚。来高声唱，来高声唱，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，唯有他配是主，喜在今在，快来君王，欢喜要跪拜，万口都要承认，他是主耶稣，他是主耶稣，他是主耶稣基督。来高声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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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。高声唱，来高声唱，来高声唱，让我们来赞美尊崇大君王，唯有他配得赞美，因他是主，喜在今在，快来君王，欢喜要跪拜，万口都要承认，他是主耶稣，他是主耶稣，他是主耶稣基督耶稣，他是主耶稣基督。哈利路亚。今
天的礼拜就到这边，那麻烦大家一起互相道平安，也把我们的椅子收起来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平安平安。平安。